来继续来看，台中有一个11岁阿弟仔，咧甲妈妈张咧晒太，家己一个囡仔囝骑着铁马离家出走。深夜12点外，走到素食店去啉饮料，店员感觉怪怪来报警，一个查，原来这个阿弟仔已经互伊妈妈来通报失踪。这阿弟仔讲，妈妈较少滴滴啦，想要来引起到妈妈的注意，才会来离家出走。 关心一下你啊，一个人这么晚在这边。半暝12点外，有一位10岁查甫囡仔伫素食店啉饮料，警方接到通报，才发现几点钟之前，囡仔才和妈妈通报失踪。阿妈知道你要出去，她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你有没有跟她讲？有啊，我跟他讲了，他就跑下来了。囡仔讲，伊出门之前有甲阿嬷讲，不过其实是西性地要离家出走。需要大人的关爱，那他觉得有点想要引起家人的重视。原来这位查甫囡仔和妈妈、阿兄还有小弟做伙和阿嬷带做伙，伊因为和小弟食醋，想要引起妈妈的注意，所以家己一个人骑铁马离家出走去素食店。 如果顾客有跟我们说他在这边逗留很久，因为我们这里小朋友其实很少，我们会协助就是通知警方。店家讲当时掠准查甫囡仔是找无路，所以来报案。好佳在查甫囡仔离家出走3点外钟，人就互找到嘛，平安无代志。警提醒厝内若是有囡仔、身心障碍者，或者是失智的时代，拢要特别注意，因要去倒。另外，接受失踪人口的通报嘛无时间的限制，只要有厝内人失踪，第一时间就会使报案，才会使互警方把握黄金时间来找人。